Hello，袁醫生。Hello， Diana， 你好，大家好。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會講下沙棘油嘅功效喎。咁喺近年呢，呢種油呢係非常之流行嘅喎。咁通常呢都會見到喺護膚品啊，或者係一啲營養產品嗰度會有呢一種沙棘油啦。咁袁醫生佢有咩功效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係啦，咁咧嗱，沙棘油咧嘅功效咧，原來係好驚人嘅。咁喺英文咧，沙棘油嘅係叫做 sea buckthorn。咁其實我第一次接觸咧，都係好多年前，我認識到一位蘇聯嘅科學家。咁佢嚟香港即係做啲講座啦，同埋佢太太啊咁，同埋個女校，我記得3位。咁我就當然係我就招呼佢喺香港幾日。咁佢最後尾咧，佢就送咗一啲所謂一種健康產品嘅。咁之後咧，好明顯咧，呢個係一個蘇聯嘅健康產品嚟嘅。咁一睇全部都係俄文嚟噶。咁但係我知道咧，呢個係一個就係沙棘油啦。好啦，咁其實沙棘油咧，其實可以食得噶啦，亦都可以藥用嘅。咁所以營養價值非常之高啦。咁原來臨床嘅嗰個治療效果咧，亦都非常之顯著嘅一種天然嘅藥用嘅植物嚟嘅。咁以前嘅即係前蘇聯嗰啲學者研究發現咧，沙棘油嘅果實中咧個活性成分咧已經有成190幾種嘅，而油裏邊嘅活性成分咧都有106種嘅。好啦，到2008年4月，國際沙棘研討會有公布，人類至今已經發現咗有423種沙棘營養成分同埋生物活性成分。好啦，咁其中咧包括咧係脂溶性嘅維生素6種啦，脂肪酸有22種啦，即係好全面噶啦，fatty acid 差唔多都有晒噶啦。脂類有42種啦，黃酮同埋酚類咧都有成36種嘅。有好多成效嘅即係有效嘅成分啦，就話俾沙棘油係一種非常之珍貴嘅藥用植物，既可以製成各種藥品咧，亦都可以製成各種功能性嘅食品嘅。佢可以俾因為佢有好多其他多種人類所需要嘅一種嘅產品嚟嘅。好啦，喺1977年咧，中國衛生部咧就首次將沙棘油咧正式列入中國嘅藥典之一。咁即係近代嘅事嚟嘅嚇。咁1977年嘅。咁沙棘對於治療各種疾病啊、預防各種疾病啊、強身健體啊、延年益壽有啲特殊重要嘅功能同埋作用啦。同埋目前人類嘅研究沙棘嘅成果咧，將沙棘油咧稱為人類健康嘅衛士，一啲都唔過分嘅嚇。咁沙棘果中含嘅維生素 C， 咁維生素 C 好多食物都有嘅，咁但係咧佢嗰個維生素 C 嘅含量係高達800到1500嘅 mg， 係每100克1個 gram， 係一切蔬菜水果之冠。具有維他命維生素 C 王之稱，係山楂嘅20倍，係嗰個猿猴桃嘅8倍，桔子嘅6倍，蘋果嘅200倍，番茄嘅80倍，葡萄嘅20倍，仲有咧沙棘油所含嘅維他命 C 素咧係好穩定嗰類嘅。好啦，咁沙棘除咗含有維他命 C 啦、維他命 E 啦、蔬菜啦、胡蘿蔔素之外咧，仲含有 B 族維生素。沙棘油係維生素嘅來源嘅植物嚟嘅，可以咁講。蔬菜啊、胡蘿蔔素嘅生理功能咧，除咗已經知道可以會變成一種維他命 A 之後咧，發揮維他命 A 嘅功能嘅。譬如維他命 A 有咩幫助咧？大家都知道咧，維他命咧係可以幫助夜盲症啦。有好多人都唔係需要夜盲噶啦，即係佢可能有陣時咧，發現自己夜晚黑揸車咧，就好似睇得麻麻地啦。咁咧好多人咧就話咧，日頭就唔需要特別戴眼鏡嘅，但係一到夜晚咧就開始啦。咁即係其實講俾你聽咧，即係我哋嘅視力已經係有啲衰退噶啦。好啦，咁骨質增生啦，同埋咧係促進嗰個雌雄生殖細胞發育，保護上皮細胞生長同埋分化，防止腺體嘅萎縮，有預防肺癌嘅作用。對於關頸癌啦、卵巢癌啦、食道癌啦、喉癌啦、口腔癌咧，同埋鼻咽癌咧、鼻癌咧都有預防作用嘅。
咁對生物膜嘅保護作用啦，有抗自由基同埋咧係抗脂質過氧化作用嘅，提高免疫功能，同埋促進咧係肝細胞解毒嘅作用，降血脂肪，幫助醫治動物粥樣硬化，延緩衰老，同埋咧係防止咧嗰個所謂褐斑嘅老人斑嗰啲氧化下，即係個皮膚嗰啲脂肪氧化，可以保護神經系統同埋防止咧貧血作用。咁呢啲係沙棘人嘅，即係沙棘油咧對人類嘅多方面嘅益處嘅。醫生啊，原來沙棘油有咁多好處，咁有營養㗎。咁喺治療方面有咩好處啊？嗱，喺我哋嘅科學嘅臨床嘅研究咧，發現咧沙棘油咧，第一對心腦血管系統疾病係非常之有幫助。咁大家知道啦，心腦疾病即係心臟病啦、血管閉塞啦、中風啦，係呢啲個問題啦。咁中國嘅專家嘅研究咧，發現咧沙棘總黃酮係可以治療冠心病、心絞痛，對心臟功能有加強嘅作用嘅，具有明顯嘅抗心律失常作用。咁沙棘裏面嘅黃酮同埋其他活性物質咧，係具有調整血壓、軟化血管、改善血循環嘅作用。好啦，對於缺血性嘅腦血管疾病有防治同埋緩解嘅作用，因為佢可以大大改善大腦供血嗰個供血供氧嘅作用。咁好多人嘅腦筋係退化下，都係咧就因為我哋嗰個腦嗰個供血嗰個問題嘅。咁好多啲老人嗰啲所謂痴呆症啊，咁最近香港咧都有出現咗，係咪有一對夫婦啦，50歲係咪？咁佢嗰個佢太太咧就早年咧就患咗呢個老人即係腦退化，咁到冇幾耐自己都有嘅，咁好即係好不幸啦嚇。結果咧佢哋咧就選擇咧就即係自殺嚇，個先生就先將嗰個太太咧即係殺害咗之後咧，咁自己都跳樓嘅。咁就報紙就講嚇，咁當然啦，佢哋都係怪責即係香港嘅喺嗰個即係嗰個福利呢方面嘅照顧呢類嘅人咧係即係不足係咪？咁因為仲有咧，我亦有啲報章都評論啦，佢香港咧人咧其實咧係越嚟越老化啦，咁啲問題咧就即係年紀大咧啲問題會一直會好多嘅，咁但係我哋資源都唔夠。咁啊嗱，喺我哋喺呢方面咧，治療咧，我哋認為咧，其實咧要處理呢個問題咧，就唔係話咧係撥多啲資源去照顧呢啲患咗病嗰啲老人家，其實最緊要咧係用營養嘅方法咧，係防止呢啲疾病出現。即係如果呢啲嘅問題，你可想象中係一個人係退化咗個腦，其實活起嚟嗰個生活質素都唔會好得邊度，係咪？咁所以咧，最緊要咧係令到大家咧係對我哋嘅健康有真正嘅認識咯，就唔係等到有病佢先去處理咯，係盡量咧係做多啲嘢咧，可以預防呢啲病發生咯。咁其實我啲工具有晒㗎啦嚇，即係我哋根本係可以活到老咧，係無疾而終，係絕對係可以嘅。好啦，咁再繼續同大家分享啦。嗰啲免疫系統咧，係當然係我哋身體對付外來各種疾病致病嘅防線之一啦。咁現代嘅醫學研究證明咧，人體嘅衰老同埋許多疾病嘅發生咧，同埋體內物質嘅過氧化作用有關，即係氧化嘅問題啦。咁如果能夠防止降氧化同埋清除體內嘅降氧化產生嘅徑自由咧基同埋咧流行性嘅自由基成為抗氧化嘅關鍵嚇。好啦，而沙棘中嘅黃酮咧有直接捕獲呢啲超氧自由基同埋咧徑自由基嘅作用嘅。佢維他命 E 啊、維他命 C 同埋超氧化物歧化酶係 SOD 啦 ，superoxide dismutase 係有抗氧作用嘅、抗氧化作用嘅，可以清除人體裏邊嘅自由基啦，增加免疫功能咧，調節免疫活性嘅細胞，有利提高人體嘅抗病功能咧，係延緩人體嘅老化啦。咁即係你都睇到咧，其實咧我哋應該係普及啲，讓大家咧係做一種嘅防禦嘅工作啦，喺營養方面咧係做多啲嘢啦，就唔好真係到有病嗰陣時候咧再去醫咧，其實亦都冇得醫唔到㗎嚇，即係你一個老人痴呆咗之後咧，你冇嘢做得㗎嚇。